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9月26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一聊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昨天咱们介绍了贵州两起招商引资，一个是铜仁县铜仁市下面一个区招商引资的一个殡仪馆项目，另外一个就是仁怀市这个茅台镇招商引资的一个污水处理项目，这属于环保工程、民生工程，两个都属于民生工程，但是闹的是一地鸡毛，不是政府把这个企业给骗了就是政府招来的骗子。说来说去就这么点事。这个世界真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那么今天介绍的是发生在湖北随州一个号称投资217亿的央企大项目，竟然被爆出来从头到尾都是假的。一个假央企居然捏个项目出来招标，然后调来的是一个真央企，真央企中标，编剧都不敢这么编呢。今年年初湖北随州兴高采烈的搞了个大新闻，说签下了国内首个叫淡建新气全产业链基地，轰轰烈烈一下就把这个整个湖北省甚至很多这个行业主管都给惊呆了。所以这个圈地千亩，投资100亿，地方政府也是资源咣咣的给实际上事后发现这是个非常低级的骗局，打一个电话就能识破的骗局。那这些超级大央企为什么纷纷上当呢？为什么地方政府也上当了呢？那这个编故事的假央企就叫国龙创业，叫国业创龙演技非常高超这一家2023年年底才成立的公司，注册地呢是在江西上饶，工商信息显示是国有独资企业，是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经济发展中心100%控股。看这个名头那是相当的响亮绝对的这个央企。2025年1月份，这个公司就和湖北随州达成了超级协议，总投资217亿，占用土地2700亩干什么呢？当然是搞这个当下最热的低空经济要搞航空航天。这意味着什么呢？217亿的投资，这个可是建国以来湖北随州最大的一笔招商项目，而且从见面到签约总共只用了28天。这个签约当天主要的市领导全部到场。你想这领导不能不重视市委书记加市长都得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随州它一年的 GDP 只有1400亿，对吧？光这一个项目预计一年的产值就是300多亿。那你说这能不重视吗？签完约之后就搞了个工程大招标，这么大一项目那来参加招标的那肯定是央企这个中铁、中建等一大堆名声显赫的大央企都来争夺这个大订单。眼看着马上就要施工了，结果呢被一个媒体给搅黄了。这个媒体就像那个皇帝新装中的那个儿童小孩一样，指出了皇帝没有穿衣服。那他是怎么指出来的呢？问题就出在细节上面。他们这个宣传材料太野蛮了，就是几方面的宣传材料对不上。怎么就对不上了呢？随州这个政府方面宣传这个项目是固体火箭动力系统，聚焦80公里以上的高空技术，也就是不是什么低空经济，对吧？人家这是纯玩火箭的这是地方政府宣传的但是这个骗子企业叫国业创龙他的宣传材料说什么呢？他们干的是低空经济，这个大家也好想象是吧？你要搞火箭的，那轮不着他呀。那这个搞火箭的那一批不是在西安就是在北京对吧？好像从1院排到9院吧，那一大堆怎么什么时候轮到这个一个国业创龙这么一个新公司出来搞火箭呢？当然是搞低空经济对吧？现在不是低空经济正流行吗？股市好讲故事嘛。所以说这个国业创龙他自己宣传的这个项目是干低空经济，聚焦3000米以下的空域。那这两个不挨着，一个是80公里以上的空间，一个说我只干3公里以下的这个空域，那这两个完全不搭着，对吧？这完全是两码事完全是两个产业再说这么大一个项目，宣传资料那肯定是要提到投资主体背景资质科研带头人对吧？你的这个科研人才有多少，对吧？博士多少，院士多少，对吧？在这行业干了多少年了，科研带头人，对吧？而且在这个行业里面做出过什么成绩，要不然你怎么撑得起这么大一项目呢？但是企业的这个宣传稿写的也是非常空洞，就是说技术含量高，关联的产业多，产业带动力强，产品附加值高等等也是非常虚头巴脑，没有什么干货，一点实在东西都没有。那你说这个小编媒体他也负责任，对不对？那地方政府这么大一事，你要报道要宣传，那既然企业给不了资料，你不能让这
个媒体啊，像胡锡进老师那样自己坐在那儿编呢，想象这不合适啊。所以这小编他得查资料啊，对吧？他要把这企业好好的包装，好好吹一吹啊，要不然这到底是高空经济还是低空经济，他整不明白啊。所以这个媒体啊，这小编啊，就主要是吃饱了撑的。他这回认真负责了，他这一查出毛病了。因为啊，首先啊，上企查查，他根本就查不到这个企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经济发展中心，这就没有这么一个单位。然后再一查啊，这个国业创龙注册地址啊，这么大一企业，央企啊，注册地址居然是一个老旧小区的住房，而且呢，根本没有人办公，这个就是已经假的不能再假了。你要是央企的话，你十有八九是在北京，对吧？朝阳区或者东城或者西城。那问题就来了啊，就这种根本不存在的空气啊，股东为什么能够堂而皇之的写到工商注册信息里呢？其实以前啊，股东的资料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但是2014年之后啊，是形式审查，真实性基本全靠自觉，就是你自己提交的资料，工商注册部门他不管你的股东构成，他不会去帮你核实，对吧？你自己填自己交，于是就冒出很多假信息、假央企。那地方上为什么会上当呢？因为啊，着急搞经济啊。你想想啊，现在招商引资能拉来1个亿的项目都是非常大的成绩了，何况这一来啊，就是300亿的产值啊。但是啊，这个项目的背调啊，肯定是一点都没做，就是地方政府啊，只要这个稍微做点工作啊，就能识别这是个骗子，但是他愣是一点都没做啊，所以这个地方这个责任是推卸不了的。那既然地方政府给这个企业背书，那些做工程的大企业、大央企来一看啊，是你地方政府背书的，他们也就觉得这个没问题，因为他们看中的是你们政府，所以啊，这些央企啊、国企他也不做背调，就跑来竞标。那这个假央企呢，就是借着大家都着急搞钱这么一个心态，设了这么一个局。他们这个局怎么赚钱呢？那这里门道就比较多了啊。最简单的就是先跟地方政府要块地，圈地啊，然后再要政策补贴。你看，对吧？咱这低空经济，那不正好顺应国家的号召吗？符合国家这个产业规划，对吧？这是高质量发展。你们在这块有没有配套资金啊？对吧？先套一部分，然后呢，把那政府给他划拨的土地啊，他再想办法抵押出去，从银行贷一笔钱。这个是最简单最粗暴的玩法啊，这是打的是叫直线球。那还有一些稍微高端一点的玩法，那就是搞工程，搞假工程啊。你中标的单位啊，你先来这个招标，对吧？投标你要交钱，中标了之后你还要交钱，什么履约保证金等等，反正人家有办法收你钱呢，对吧？什么预付款保证金，各种各样的这种保证金。段位低的骗子拿到这些钱之后，把钱一转移一润，对吧？拍拍屁股走了。那段位高的骗子呢，不着急，钱先润走，故事接着编。所以啊，这个骗子还会大力的推进工程进度，继续搞，跟政府套取更多的工程预付款和进度款。这些假央企啊，那下面肯定有大量的关联公司啊，他们制造非常复杂的交易流水，虚构采购和销售合同，用这个呢再去跟银行申请，对吧？供应链融资或者是贸易融资，再骗一笔钱。再狠一点的啊，就是会找一个民营企业一起合作，拿央企的这个光环压人，让民营企业出钱搞运营，然后呢把民营企业的钱一把骗走。当然最终极的是用这个项目去搞金融诈骗，比如说发企业债或者是私募。央企的项目很好卖啊，对吧？你只要把央企的招牌一亮，你就不怕没人认购，这样又能骗一笔钱。实际上还有比这更狠的啊，咱们后面去讲。更狠的是在2级市场割韭菜，而他们骗来的钱呢，会通过很多空壳公司转移到境外或者是个人账户，那国内呢就留下一堆坏账，一地鸡毛。其实啊，这么个骗局啊，只需要查资料，打几个电话就能破解。那地方为什么要犯这种低级错误呢？如果你说地方啊着急，急于要成绩，急于招商引资，急着搞经济，似乎也能理解。但是啊，你这个最基本的背调都不做，怎么对得起纳税人的钱呢？怎么不让人怀疑这个世界是个草台班子？大家可以看一段视频，这个 UP 主叫房产温姑娘，讲的也很有意思啊。这个事情啊是发生在近期的2024年、2025年年初。
楚。这个公司啊，注册也才2023年，很有可能啊，就是因为响应这个国家号召低空经济，他为这个应运而生的，准备拿这个到处去骗。总有一些地方政府啊，他因为急如招商，但是他又没有好项目，他也招不来什么好的这个投资人，但是他又有招商的压力，疾病乱投医啊。实际上像这种骗局啊，那就是太多了。我就随便举几个例子，而且玩的比这还要高端呢。那现在为什么这种低端的都出来了呢？那只能说明啊，就一种可能，就是地方经济太差了，但是他们背的指标也挺高，那怎么办呢？所以这种低级骗子啊都能上手。这里我说一个稍微高端一点的啊，那这个说出来很多人都知道啊，就是乌克兰的动力沙皇马达西奇这个发动机公司啊，咱们中国的一个商人，王姓商人啊，根据媒体报道啊，这名王姓商人是由洗脚城开洗浴城发家的，但是人家啊志向根本就不在捏脚这儿，他的志向远大。据说啊，他的志向是要成为中国的马斯克啊，就像很多企业啊，你比如说胡适啊，有一个生产火腿肠的，现在要搞芯片啊，老板就是干什么的呢？老板是搞装修啊，干房地产的，人家收个上市公司啊，准备开发芯片。英雄啊，不问出身，所以这个王姓商人呢，你也不要问他以前是干什么的。总之啊，他非常有理想。首先啊，他要投3000多亿啊，挖那个尼加拉瓜运河的，然后又是垄断柬埔寨什么4G 网络，这个还不算啊，立志啊要6年内送32颗卫星上天。而如果要成功了的话，那马斯克啊，照他比还稍微差点，因为马斯克还没有修过运河啊。就是这么一位商人啊，2017年前后啊，他成立了这个叫北京天骄航空。当时啊，这名王姓商人呢，他手上有一个上市公司叫信威，正面临要退市，也就是他前面讲的那个故事没有办法往下圆了，纸包不住火，在资本市场已经被监管盯上了。那能拯救这个信威的，急需要一个新的故事要重组。这个新的故事是什么故事呢？那个新的故事的标的就是马达西奇。这位王姓商人啊，跑到乌克兰到处打听，也是趁着乌克兰啊那个时候恐怕比较乱，准备在乌克兰找这个故事。据说啊，媒体报道啊，这个王姓商人但是要在乌克兰修跨海大桥，后来是要干什么呢？要修高速还是什么呢？总之啊，他在乌克兰到处转悠。有一天啊，他就认识了这个马达西奇的老板啊。这里我简单介绍一下啊，这马达西奇啊，他是前苏联啊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航空啊或者是飞机发动机制造企业，位于扎波罗热市啊，它主要是以运输机、直升机、发动机为主。实际上啊，它虽然有这个叫动力沙皇之称，但是它呢，也就是个发动机的组装厂，它并不是一个具有自主研发的机构。这个前苏联的这个玩法都这样，哎，它各种各样的设计院，对吧？研究院那个核心技术啊，是掌握在这个设计院，这些厂是只是负责生产、拼装、组装、制造，就是干这个的。那个马达西奇啊，它生产的这个运输机、直升机的发动机啊，核心技术是在这个也是在扎波罗热市啊，离马达西奇不远的叫伊夫申科进步设计院。哎，这个设计院设计负责这个运输机、直升机这个发动机的这个升级啊、更新啊、淘汰。哎，马达西奇是负责生产，是这么个关系。随着苏联解体啊，那乌克兰和俄罗斯一样，很多国有企业啊，它就私有化。这个过程也比较曲折，咱们就简化说啊，它这个私有化什么意思呢？哎，实际上就像那个中信国安私有化一样，叫混改啊。我在前几天节目介绍了，是一模一样啊。也就是这些啊，掌握着前苏联这个庞大的这个企业，这些领导啊，他们先是把这个名下的企业啊，管理的这企业的资产要往低贬啊评估，也就是这个企业本来值100个亿，他一评估之后啊，就值1个亿。然后呢，为了显示公平啊，企业的员工对吧，来买这个企业分成1亿份啊，1块钱1份，大家都可以来买。有的职工啊就愿意买，有的职工就放弃，哎，放弃我就给你点补偿，对吧？愿意买的你就买，这样的话就完成了个私有化。然后这些企业的高管啊，就是董事长，他们再拿点钱呢，他再找金融机构，对吧？贷款或者联合拿点钱从那个职工手上呢，对吧？不是1块钱卖给你的吗？我1块5收，不行2块。那职工一看我这，对吧？这个拿到手还没半年就能翻1倍，他就愿意啊，就把它卖了。也有不卖的不要紧，很多人会卖掉，白赚的。这样的话，股份啊就到了这个高管手上，就变成管理层收购，最后这家企业的董事长就变成这家企业的老板。
而马达西奇的这个当时的总经理叫波古斯拉耶夫，他就是这么玩的。这个马达西奇就变成他的私人企业，他拥有56%的股份，一个全100%的按照我们的说法就是央企，最后变成一个私人企业。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的这些所谓的商业巨头99%都是这么产生的。这个咱说远了往回说一说吧，还是说这个马达西奇这个老板叫波古斯拉耶夫跟这个王姓商人就认识了。然后王姓商人就说了，因为那个时候虽然马达西奇私有化，但是他活得很艰难，因为他的客户主要是俄罗斯，他给俄罗斯提供这个运输机和直升机的发动机，他只是对吧这个产业链上一条。而当时的这个乌克兰和俄罗斯关系也是忽远忽近的，这个地缘关系比较复杂。那对这个马达西奇这公司来说对吧，也是前途未卜，他唯一的客户就在俄罗斯，所以这个波古斯拉耶夫他就亲俄，这很正常。但是由于俄罗斯的经济本身就很差，对吧？所以说这个马达西奇活得很难。就在这么困难时期这个王姓商人来了，说我把你这马达西奇收购了，然后给他估值多少要46个亿美金收购他多少股份。然后为了表示诚意王姓商人说，我先帮你贷款借给你2.5亿美金，帮你渡过难关，大概这意思那这个老板波古斯拉耶夫那简直是遇到了这个财神爷他等的就是这一天，对不对？所以马上双方就签了这个意向协议。尼古拉这个马达西奇由这个王姓商人掌控的叫北京天骄航空来收购。好，王姓商人到了乌克兰，终于找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可不小因为当时大国正是在搞什么 C919 立项，大国就是缺发动机，大国的发动机都要从欧洲或者是俄罗斯进口。这个时候说把这个乌克兰人的叫航空沙皇给买了，这还了得。所以大家就知道了这个王姓商人在二级市场的公司那股价那就飞起来了，本来是马上要退市了，对吧？重组，结果就因为这个故事要飞起来。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王姓商人有了这个马达西奇的这个老板叫波古斯拉耶夫的这个意向之后有了这个开始在国内找地方政府讲故事了。重点就在这儿。最终这个王姓商人找到了重庆政府，在中国重庆，马达西奇与天骄航空共同投资建厂，用于生产和维护发动机。那这个故事讲的就更大了重庆甚至要建一座小镇，用来安置由乌克兰来的这些飞机发动机的工程师，要建一个小镇据说粗批移来的有3000多人，他们在重庆安家，搞一个乌克兰航空工业城。想想吧，这是多大的一个规模。重庆天骄航空动力产业基地，先这个基地先给他5平方公里的土地，然后计划投资200亿。你看看，跟那个湖北随州的异曲同工之妙2015年正式开工建设，2017年7月底，天骄航空发动机进口关键设备到位。当时设计的是这个重庆天骄航空动力产业基地年产1000台航空发动机，这可了不得根据媒体报道重庆市掏了多少钱呢？重庆市不光掏地重庆市还掏配套资金30亿。据说要把这个3000名乌克兰的技术人员呢连家带口的给他整体迁移到重庆整个搬迁安家费用是17亿。这个故事怎么样？这个王姓商人讲的马达西奇这个故事也是比较曲折的，不是一帆风顺这中间也涉及到很多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政要到大国来，他们都信了。也就是王姓商人非常善于讲故事。结局大家都知道了咱就不说了。这个王姓商人的姓威已经退市了，王姓商人好像也抓起来了，这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就是讲故事高手对吧？无论是尼加拉瓜运河这个是500亿美金还是要放30颗卫星上天，还是柬埔寨的4G项目，没有一个成的。如果说这个马达西奇这故事好像不全是那个子虚乌有但是作为背调，对吧？你地方政府难道不看一看这个王姓商人他到底在干啥吗？他讲了哪些故事？他控制的上市公司什么样子？你还能信他吗？这个王姓商人典型的就是空手套白狼，最终套走了280亿。如果这个骗局没有被揭穿，他会一直骗下去。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高端的骗子，最终是由资本市场
展买单，对吧？为这个北京天骄航空收购马达西奇，多少散户买了单，多少散户信了这个故事，现在是欲哭无泪啊，还在维权呢。他们有的人说是乌克兰受了美帝的蛊惑不准卖，有的说是乌克兰不讲信誉，唯独不埋怨这个王姓商人在画大饼讲故事，把整个的马达西奇公司包括技术人员搬过来，你只是个组装厂，类似于把这个富士康生产线从郑州咣当搬到印度去了。那印度他自己就能设计 iPhone 18吗？ iPhone 19吗？设计 iPhone 18 iPhone 19的那是苹果公司它只是个组装厂。当然了，你也不能说这一点意义都没有也是有点意义的。你看，这就是典型的这个王姓商人玩的就是高端局像这样的故事很多。我记得这个也应该是6、7年前，那时候正流行搞芯片，各个地方政府对吧都在上马这个芯片项目，因为那个时候有国家大基金国家大基金是1万亿吧。当然了，据说那个大基金的主要负责人7、8个人都已经进去了，你就知道这中间问题有多大。那这大基金怎么花呢？对吧？地方政府申请，那地方政府怎么申请这个大基金呢？那就由这样的商人，所谓的招商引资把他招去。这个商人有什么呢？我记得最离奇的一个但是我记得不太清楚了，就有一个商人呢，也是湖北他跑到武汉去了，跟人合作要搞这个芯片，地方政府又是给地又是给资金支持，而且还申请这个大基金，这就是给钱呢。而地方政府为什么信他呢？为什么跟他合作呢？仅仅是因为他能请来什么，对吧？我也不说了是一个退休的总工，他能把人家请来，完了之后他手上有人家阿萨姆公司的，对吧？一个光刻机的合同，那时候可能还没有那个叫什么打贸易战还没有这个制裁，他可以搞一台光刻机来，就这个他就搞芯片了。然后在当地也是这个项目搞得很大，最后不了了之，人跑了，烂尾了。为什么烂尾钱骗够了，到手了，对吧？像这样的故事多了去了。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有的是水平太差急于求成，有的是故意犯错，大家一起骗，就是我们一起骗上面的钱，2一添作5，对吧？然后我骗的不要紧，你骗的到时候还可以抓你，你是犯罪。实际上这个都反映的什么呢？反映的都是这个地方在这个招商引资过程中这种把控，还有这种它的目的。如果你要求太严，你搞 KPI， 对吧？你这地方必须要完成多少招商引资，吸引多少外商，那最后都是骗子来了。你要外商是吗？行，那我在外面找人设立一个什么外资企业，我不就是外商了吗？就这么干你要招外资，对不对？那行，我就变个身份，变成外资来跟你谈。你要不挑这个身份，那行，咱们怎么方便怎么来，反正你这样要业绩，对吧？你每个人都要完成任务我这里面就不说这个招商引资这里面猫腻我自己遇到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其实没那么大，但是它就是一个典型的不能说的最隐秘的，对吧？涉及到一个生态的叫政治生态吧，这种招商非常有意思实际上这个大家也能想得到有的招商是商人去骗套这个配套资金套政策，还有一种商人是为了巴结他去送业绩，他为了谋取更大的利益，大家能想象吗？这个是真事所以说各个地方政府招商也是水很深呢。我在想这些乱象为什么能这么频发？说来说去就是大头的钱不是我的，大家就可以对吧随意挥霍，反正为了我的业绩。如果这都是私人的东西，你想卖你也卖不了。比如人家双方在这谈，大头开出的条件，这个政府开出的条件，给出的优惠政策，给出的资源，实际上本质上都是大头的，宰卖爷田不心疼，对吧？至于赔钱不重要，那我个人有没有好处就行了，对吧？负责招商的人拍板的人，他考虑的是自己的政绩，考虑的是自己的这个 GDP， 考虑的是自己个人的好处，对吧？至于这个闹得一地鸡毛，谁来擦屁股，关我什么事政绩好，对吧？我就调走了，对吧？高升了，我调到外地去了，跟这儿也没关系就这么一个情况。随着这个经济下行近几年各个地方招商引资埋的雷恐怕都要纷纷要浮出水面对吧？该爆的恐怕还要爆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